你整嘅薑撞奶唔成形，承唔住隻羹。我整嘅薑撞奶放3隻羹啊！通有刃有餘，食落咧又滑又嫩。只要你掌握3個巧妙，你就可以100%咁成功整出嚟噶啦。薑撞奶啊，好易失手噶。傳統做法咧又麻煩喎，又要煮奶啦，又要撞落啲薑汁度，啲奶嘅溫度唔啱，或者你撞嘅力度唔夠啊，都會唔成形噶。豪姐咧今日分享一個有手咧就搞得掂嘅微波爐做法，保證你100%成功吓。我哋先磨薑汁啊吓，第一個關鍵嚟啦吓。嗱，薑汁咧係一定要即磨即用嘅，放耐咗咧入邊啲有效成分咧就冇用噶啦。OK， 我哋而家過個篩先吓。呢個咧係我哋過好篩嘅薑汁。嗱，大概咧係19.2克嘅，咁我哋按翻1:10嘅比例咧配牛奶，即係咧會用到192克嘅牛奶。注意下，第二個重點嚟啦，奶咧係一定要揀啱嘅。豪姐咧就最建議大家揀呢個巴氏殺菌奶嘅。仲有咧呢個蛋白質咧係要喺3.2以上嘅，越高越好啊嚇。解釋起上嚟就成匹布咁長噶啦。簡單啲講咧，就係薑撞奶嘅成形咧就靠蛋白質嘅，咁巴氏奶咧對蛋白質嘅破壞係最少嘅。跟住咧，將啲牛奶加落去，撈勻，放入微波爐咧就得噶啦。第3個關鍵嚟啦吓，高火燜半到2分鐘，薑汁入邊有效成分起作用嘅溫度咧係60到65度之間嘅，千祈唔好將啲奶咧整到太熱啊！如果唔係咧都會失敗噶。時間到，放喺度咧3-4分鐘，等佢攤凍下。OK， 出爐啦，我哋先放隻羹上去，再加多隻。睇下幾穩陣，嗱，跟住再加多一隻吓，都係掂過碌蔗噶。加啲紅糖，跟住我啲步驟做咧，冇可能會失敗嘅。嗱，而家天氣咧已經轉涼噶啦，快啲試下整啦，記得要趁熱食喎。